今次呢位單身朋友咧就問啦，點樣令到自己咧識異性更加順利？對住呢個問題咧，好多人都會回應有關一啲嘅打扮方法啦，或者啲把妹把仔嘅技巧啦。呢啲咧唔係唔啱，不過咧可能係比較短暫啊，或者一啲表面嘅方法嚟嘅啫。最重要咧，其實反而係了解個心法。心法咧，即係話你潛意識有啲乜嘢 block 住你，令到你同伴侶或者同異性咧好難相處。指紋報告咧係一個好重要關於親密關係嘅第一站，而了解埋指紋嘅指數報告嘅強弱項咧，更加會深入咁了解究竟你同人溝通或者親密關係嘅強項啦，同埋弱項有啲乜嘢咧喺心裏邊潛意識裏邊 block 住你嘅。舉呢個例子啦，有啲單身嘅朋友咧，10隻手指裏邊可能咧由食指啦去到尾指咧都好多水嘅屬性。即係咩意思咧？水嘅紋型嘅人咧，好受佢嘅成長嘅環境影響到佢對於親密關係嘅想法噶。例如啦，佢可能係經歷過好多覺得好嘅男士咧都結晒婚噶啦，咁咧佢就覺得呢樣嘢係定咗噶啦。又或者咧，佢會覺得好嘅女人咧都會中意一啲有錢嘅男人。點解咧？因為佢經歷過或者佢留意得到身邊有啲咁樣嘅特性嘅人，所以咧佢就會潛意識裏邊咧就覺得一定係咁啦。所以咧，對於水屬性為主嘅朋友，我會同你講啦，香港嘅單身人口知唔知幾多啊？講緊係121萬，單身嘅男性咧差唔多有61萬。而女性嘅單身人士係講緊59萬，咁即係話係咪講緊好嘅男人或者好嘅女人真係結晒婚呢？未必噶喎。我又舉下另一個例子啊，如果你嘅10隻手指裏邊潛意識嘅指紋比較多花嘅屬性，即係話咧，其實你就算表象可能係其他特性都好啦，根本上嘅潛意識可能你係選擇單身噶喎。可能咧你頭腦上好想揾到伴侶啊。當你遇到一啲心儀嘅對象，其實你潛意識根本就想獨處，所以咧你不斷自我抗拒緊啊。所以咧要了解好自己究竟潛意識究竟係中意啲乜嘢，先至可以對症下藥，去解決點解你單身咁耐嘅一個狀況。我仲未介紹雷啦或者樹嘅指紋嘅屬性喎。不過如果你已經了解埋高階指數嘅指紋報告，都仲係單身咧，可能你一個狀況需要解決嘅嘢係比較深一啲嘅喎。好啦，講到係指數方面啦，例如原來你嘅思考區指數係比較弱嘅，又或者你人際指數係比較高嘅，會唔會係當你對住一啲心儀嘅對象，諗住去深一步去了解更多嘅時候咧，由於你思考指數比較弱啦，你已經諗唔到咧點樣可以同佢行進一步啦。咁所以咧，你要知道自己嘅弱項係啲乜嘢，有需要咧就需要 ask for help 啦。不過如果你已經了解咗高階指數報告，仍然都單身咗好耐喎，咁你就要問下自己，你了解咗個指紋報告之後，你有冇用到咧？指紋有用先會有用㗎吓。亦都有另一個狀況，可能你個情況咧比較深入一啲，咁我就會建議你可以考慮再深入了解一啲脫單嘅心法啦。即係話咧，除咗指紋報告之外咧，你要更加了解多一啲身心靈嘅一啲嘅知識，幫自己了解點樣加深親密關係嘅可能性。嚟緊咧，我會有一個關於單身人士點樣增加親密關係可能性嘅一個網課。咁我哋而家咧就進行緊一個早鳥噶，咁啊有興趣嘅朋友可以 PM 我哋，咁我會將一啲資料咧 send 俾你噶啦。其實無論係單身啦，或者係已經有伴侶啦，甚至係已婚啦，親密關係咧真係一個好重要嘅課題嚟嘅。希望今日呢個分享俾到啲啟發大家啦，我哋下次再見。